老师甲学生谈恋爱，真歹有好结果，但是成功的案例嘛未少。政坛上有名，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宏，带大于24岁高中的老师。学术界嘛有诺贝尔奖的得主杨振宁，带减于54岁学生。也毋过作家库玲，以前一段婚姻，同款是师生恋，都无一个好结局咯。 在这里，学校的羽球场上，刘老师却和小他20岁、今年才15岁的男学生打出感情，被判刑8个月。台中某国中男老师和女学生大谈师生恋曝光，男老师自尽身亡。师生恋谈恋爱轰轰烈烈，也过失败后果是无比的惨烈。阮女儿惊爆发，惊学生、惊老师，阁无头路，所以才去上吊自杀。 老师讲爱伊却是为老师失去性命，师生恋感真正注定是悲剧。女学生爱上男老师，这是很容易发生的师生恋，老师的责任比较大。作为老师冇经验的可能啊，前某苏玉珍就是伊当年的学生。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在高中教书，我就爱上我的前妻嘛。 那还好，是说他其实已经成年了。当然，学校里面大家难免还是风言风语、指指点点，就大家总会认为说你这个老师是利用你的权势来得到这个女生的，而不是说他是真心跟你相爱的。修正正果的师生恋经过18担，却嘛是都爱行法院。前某出册公开可能啊，伫外口偷窃的历史，为伊人生重大的打击。 是他带着女友到处晃的这个状况，应该是他要负这个法律上的一种责任。当师生恋拆破面，就无度过破镜重圆啊！报告秘书高国华甲前某蔡玉璇为补习班开始产生感情，虽然有结婚，同款无度行到重点。我只想要过平静的生活。我跟我的前妻也是泰玉学小姐，因为在个性上不是很合，所以我们已经在今年1月就已经离婚了。 差23岁婚姻，最后嘛是要做一个结束。若要讲谈上久的师生恋，大家差不多拢会想到因两个。我今天是王太太的身份，今天心情应该不错吧？有某的丰田集团总裁王文勇，甲伊的指导学生李安妮谈22年的婚外情，有爱结晶，也过嘛是无结婚。从认识我到现在，到今天，没有提起要结婚还要怎么样的结婚证书。 就爱伊什么拢无爱，想要到最后嘛是为了争财产，和这段师生恋变调。伫校园产生的恋情，行出校外爱面对，毋那是单纯的爱尔。为问诊的案例来看，师生恋的成败，大部分甲年龄层有关系，尤其是未成年的囡仔，失败率更较悬，嘛更较无法度承受后果。特别未成年的，其实我非常强调的是。 这是应该被禁止的啦。过小年龄的一些师生恋，甚至有时候会牵扯到法律的责任，包括性侵害、性骚扰的问题。谈师生恋，唔但爱有走马拉松的困袂力，更加爱有通过天长路的毅力，因为每一步拢充满阻碍，可能会互人规身躯拢是伤痕。一般我们在眼镜学概念来讲，其实比较建议说，适当的那种可以互动好的年龄，应该是差不多最长不超过6岁以内。所以你可以去试算，大部分的师生恋可能的年龄都超过这个阶段。 所以超过这个阶段，势必上面真的在很多包括生活经验上面啦、历练上面啦、事物看法上面，会有一个很大的调整期。师生恋其实嘛有完美的结局。法国总统马克宏带大于24岁高中老师托内，镜头前后形影不离，感情真好。我跟翁帆一块儿出去，我拉着他的手。 使得我感觉到非常安全。诺贝尔得主杨振宁伫82岁时，带28岁学生王凡，差54岁师生恋，同款唔惊言论的攻击，甲外界无同款的眼光，维持10多档的恩爱婚姻。爱情真正无道理，重要是两人是不是真正准备好啊，要做伙行落去。